高雄林园又搁传出幼儿园虐待囡仔的事件，而且这间幼儿园甲真正出代志的两间幼儿园拢是同一个负责人。目前涉案的人已经停职调查，教育部嘛停止其中一间幼儿园的委托契约。因为有那个书搬进去，然后呢，然后他就打我。查甫囡仔一句一句讲，互老师用册塞入去衫内底，搁拍胸感的过程。查某囡仔是直接做出拍尻川的动作，家长是艰苦搁受气，走去报警，甲民意代表定情。打他的屁股，那有造成伤势啊，然后家长也有去验伤。那另外一个我觉得比较扯，就是，他让小朋友隔着衣服里面放进书本，然后再用手去打小朋友的胸口。他说，只要他跟妈妈讲，他隔天又可能再被打。囡仔同一老师分别拍胸坎甲尻川，涉嫌不当管教。代志发生伫高雄林园非营利的幼儿园，四家的负责人伫林园各两间幼儿园，半个月前嘛去向投讲，有一个主任4个教保员分别涉嫌性骚扰、体罚、拍囡仔这行为。民代讲，这集团进行伫落地都发生过6件不当管教案。小朋友有可能他去撞到、跌倒而产生了身上的一些淤青或什么，我是希望家长端或我们园方端彼此双方做事情的了解，我们还是勿枉勿纵。中云非营利幼儿园发生违法对待幼儿情事，严重影响幼儿及教保人员权益，依非营利幼儿园实施办法规定，立即终止委托契约。负责人讲愿意接受调查真相，不过6个受害囡仔的家长已经提出告诉。教育局讲，6个牵涉不当管教的人员拢停职调查，要了解受害人数甲具体的状况。若是查证事实，依法上当会当罚60万。该个行为人，而且一世人袂当搁伫教保机构服务，幼儿嘛可能会用罚减少、停招、停办，也是废止设立的户口这寡处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